哇！咁大個小丑，邊度開咗個小丑神樂園啊？搞錯咗啦，原來係海洋公園嘅新園區動感天地。新園區啱啱喺12月9日開張，以遊樂場做設計概念，所以先咁多小丑。入邊就以機動遊戲做賣點，總共有5款之多，有飛上天嘅飛船，又有落地玩嘅碰碰車，真係玩盡天與地，一定係今年聖誕節嘅其中一個好去處啦。最架勢就要數到呢部吊腳過山車動感快車 Hair Racer， 佢採用雙腳懸空嘅設計，最高時速達88公里，真係快到冇影啊！仲要臨山而建，好似衝落山一樣咁刺激。為咗令讀者觀眾們知道有幾好玩，攝製隊冒住生命危險，帶住高科技安全帽攝錄機，第一身錄低全程，全港獨家，落足眼力睇啦！話咁快，約2分鐘嘅亡命之旅就完結，落車啦！聽下車隊有乜感想啦！玩得嗌得好大聲，你笑得好犀利，因為好驚！係咧，小心啲啊！去到某啲位置咧，記得唔好擘大個口，用埋啲口水咧亂咁飛。我本身以為咧係我自己嘅口水，而家有少少懷疑係佢啲口水。原來你一齊行下，仲俾我哋遇到民主女神陳淑莊，交個咪俾佢總結下新園區嘅感想啦！入到嚟覺得有啲似去咗鬼屋，唔知點解咧？因為一入到嚟就俾咗呢個 Hair Racer 咧就吸引到，但係又驚好驚喎，因為你聽個名你已經知啦，真係嚇到你頭髮都〜